稳固的跋落海。一般稳固的情形大概有两种，一种是爸母生正的，这款人实在真正可怜，因为对母胎出世以来，脚接片一生拢着爱随时派一个包袱啊。行路的时阵，身躯搁着翘久，有时阵着互一寡毋正囡仔喜人，有时阵着互人伫背后看轻踢笑。有同情心的人看了是真艰苦。另外一种稳固的情形是后天造成的，这款人一般拢是生做较落脚，行路的时阵看起来是疏腰。这款稳固的情形是会通用体操、运动、复健等方法来调整。当一个人无细日去跋落伫大海，除了大声喊救人以外，就是拼性命受水，看会通赶紧得到救命袂。若是一个稳固的，无拄好去跋落大海，因为身躯稳固的缘故，看起来哪亲像弯翘在受水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冤得仇。简单的讲法就是冤仇。伫人甲人之间的人际关系，若是有无妥当的所在，就有可能结冤仇。世间上逐个时代拢有侪战争，咱的社会时常也有侪扰乱，是因为人甲人之间结了太侪冤仇。假使每一个人拢会通减少本位主义，尽量体谅对方的苦境，学习彼此和好，相信战争甲扰乱就会减少。圣经有安尼教示，着彼此相疼，因为疼是对上帝来的。约翰一书4章7节。稳固的跋落海。一般稳固的情形大概有两种，一种是爸母生正的，这款人实在真正可怜，因为对母胎出世以来，脚接片一生拢着爱随时派一个包袱啊。行路的时阵，身躯搁着翘久，有时阵着互一寡毋正囡仔喜人，有时阵着互人伫背后看轻踢笑。有同情心的人看了是真艰苦。另外一种稳固的情形是后天造成的，这款人一般拢是生做较落脚，行路的时阵看起来是疏腰。这款稳固的情形是会通用体操、运动、复健等方法来调整。当一个人无细日去跋落伫大海，除了大声喊救人以外，就是拼性命受水，看会通赶紧得到救命袂。若是一个稳固的，无拄好去跋落大海，因为身躯稳固的缘故，看起来哪亲像弯翘在受水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冤得仇。简单的讲法就是冤仇。伫人甲人之间的人际关系，若是有无妥当的所在，就有可能结冤仇。世间上逐个时代拢有侪战争，咱的社会时常也有侪扰乱，是因为人甲人之间结了太侪冤仇。假使每一个人拢会通减少本位主义，尽量体谅对方的苦境，学习彼此和好，
相信战争甲扰乱就会减少。圣经有安尼教示，着彼此相疼，因为疼是对上帝来的。约翰1书4章7节。